来继续来看云林古坑清水溪江湖吊桥的附近发生着落水的意外。南华大学一个印度籍的男大学生招同学去遐耍水，但是同学到现场了后，找无男大学生，佫发现伊的衫裤放伫个岸边，马上卡119来发救人。消防局嘛随出动着警技小甲空拍机到现场来找人，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无任何的发现。 消防局出动不外30人甲空拍机，伫云林古溪清水溪吊桥附近，加强水丘甲地形的搜索，希望会当赶紧找到失踪的印度大学生。从南华大学国际系19岁印度大学生，昨日报招同学去溪边佚佗。 同学到位无看到伊个人，敢若伫岸边找到伊个衫甲手机啊，赶紧报警。那个衣服拖在那个水池的旁边啦，可能下去玩水啦。消防人员伫吊桥顶游超300公尺的所在，找到大学生的奥特曼、手机啊、鞋啊甲衫裤，毋过拢无找到伊个人，因为现场溪水正错流，水也有10米深。 消防人员用正济搜救方式来找人。目前因为水流湍急啊，无法下水搜寻目前本局持续在岸上搜寻中。搜救地点是清水溪江湖吊桥边仔，就是万年峡谷。两粒山中有水墙，也有溪水。昨年才是地方热门的观光景点。 毋过因为地面上滚，麻烦先过游客无细力跋落溪谷的事件。 公所伫105年公告禁止来遮耍水，加上9日一地动后，连外道路登去，已经真罕的有游客会来。现在这地形就是都变去啊，你知道？所以讲就无适合俾游客入来这来遮耍水啊。高级高外学生啊，跋落溪水，目前无任何发现，消防人员马上会继续搜索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